今日開啟新征程，親愛的朋友們，許多朋友都對我在此分享的佛法教義表現出濃厚的興趣。為了更好地整理內容，並提供更深入、更連貫的修行之旅，我創建了一個全新的頻道，專門用於分享佛法。南無上師爺，在這個新空間裡，你將找到佛陀的教誨、引導冥想、經典經文、靈性儀式與反思。這將是一個專屬的修行環境，專為那些渴望以覺知和智慧行走於佛法之路的人們而設。鏈接已置頂在評論和簡介中。如果你心中對佛法有所感觸，歡迎加入我們，成為這個新空間的一份子。南無上師爺。